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呢？朋友一齊去玩冇預你，同事一齊食飯唔記得咗你，甚至家庭聚會每個人都收到通知啦，就淨係漏咗你。呢個時候你心裏面可能覺得有啲難受，揞住咁。但係好多時候你又會同自己講唔緊要啦，人哋都冇義務每次通知你㗎，唔準咁玻璃心嘅。我希望大家可以停一停，諗一諗。如果而家轉咗一個情況係，有人走埋嚟打你一拳，咁你仲會唔會同自己講唔緊要呢？我相信好多人應該都唔會就咁算數，你會好坦白咁承認你覺得好痛、好嬲，甚至以後都會盡量避開呢個人。咁點解我哋對於身體上嘅受傷又或者痛楚，認為需要認真對待，但係對於社交拒絕造成嘅難受，又覺得可以就咁算數呢？喺嚟緊幾集嘅影片，我希望同大家介紹一本好有啟發性、非常值得閱讀嘅一本新書，書名係《Secure: The Revolutionary Guide to Creating a Secure Life》。呢一本書係一本可以幫助大家提升情緒健康、深化人際連結同埋建立更有滿足感人生嘅一本行動指南。呢一本書嘅作者係精神科醫生兼神經科學家 Amir Levine 醫生。Levine 醫生喺《Secure》呢本書裏面結集咗神經科學、精神醫學同埋依附理論，提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觀點，就係安全感並唔係天生嘅特質，而係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後天培養嘅一種能力。Levine醫生亦都指出，真正擁有安全感嘅人，唔單止喺人際關係當中更加自在，亦都更能夠自在咁做自己。而呢一本書另一個震撼嘅發現係，研究顯示，無論你而家屬於邊一種嘅依附類型，又或者覺得自己幾咁缺乏安全感都好啦，都係可以透過學習同練習，逐步咁去建立屬於你自己嘅安全型人生嘅。翻去影片開頭所提出嘅嗰啲情景，《Secure》呢本書亦都作出咗一啲重要嘅提醒，就係當我哋感覺到被排斥嘅時候，所受到嘅傷害唔單止係情緒上咁簡單。從大腦嘅角度嚟睇，我哋嘅神經系統對於社交性嘅排斥所作出嘅反應，其實係等同於俾人打咗一拳咁樣嘅身體反應，係冇分別嘅。而神經科學亦都已經證明咗呢一點。研究發現，身體嘅痛楚同我哋社交排斥所承受嘅痛楚，都會同樣啟動咗我哋大腦當中部分重疊嘅痛苦回路。換句説話講，當我哋感覺到被排斥、被冷落或者被孤立嘅時候，我哋所感覺到嘅痛楚並唔單止係心理上嘅，更加係生理上嘅痛楚。因為我哋嘅大腦都會同樣將呢啲嘅情景當作為係一種危險。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會對社交性嘅排斥係會感覺到咁難受。呢個並唔係你嘅錯，只係我哋嘅生理結構就係咁設計㗎啦。同時間，我哋好多時候因為社會嘅規範，我哋都已經好習慣咁去抑壓我哋嘅社交痛楚。我哋會同自己講，唔好諗咁多啦，我太敏感啫。成熟嘅人都唔應該介意呢啲嘢嘅。不過問題可能唔係因為你太脆弱，而係我哋嘅大腦本來就係設計成對於排斥係非常敏感嘅。當我哋真正理解到被排斥對心理可能造成嘅傷害嘅時候，Levine醫生希望我哋明白，你係唔需要繼續去忍受嗰啲不斷傷害你嘅環境同關係嘅。同時，我哋亦都要留意有冇唔小心咁樣排斥咗其他人。另外，Levine醫生亦都建議我哋要小心，唔好俾嗰啲默認接受排斥文化嘅社會規範所影響。你係可以選擇離開嗰啲長期讓你受傷害嘅群體，去尋找嗰啲真正願意接納你嘅人。同時，我哋亦都要努力成為嗰啲願意接納同埋包容其他人嘅人。
因為安全感並唔係奢侈品，而係人類基本嘅心理需求。最後，我希望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去思考，唔知大家以往有冇曾經試過一啲因為社交拒絕而感覺到難受嘅經歷呢？今次聽完呢個分享之後，你已經知道我哋嘅大腦對於社交拒絕所造成嘅痛楚，其實同身體嘅疼痛係冇分別嘅。咁以後當你再遇到同樣嘅情況嘅時候，你又會唔會用唔同嘅角度去理解你自己？又會唔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呢？歡迎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事同埋想法。喺下一集，我哋將會繼續探討《Secure》呢本書嘅其他內容，當中包括認識唔同嘅依附形態，同埋學習點樣喺日常生活當中建立安全感同埋人際連結嘅練習。下次見。